大家好，大聲公第5集正式開始。咁一直聽到依家嘅，或者依家新嚟聽嘅都多謝你啦。因為基本上都係隨意製作，純粹喺個 Window 度錄低個畫面，跟住支咪又唔靚，有好多雜音，鍵盤又滴滴答啦。但我今集改良咗少少，我用部 notebook 嚟錄。咁變咗個 keyboard 咧，就應該冇咁樣嘈同冇咁響嘅。咁喺上一輯日劇《我們的日劇一》咧，主要就係講2000年前嘅日劇。咁入邊咧又提到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日劇配樂啊。我估咧我會揾翻嗰啲，盡量喺 YouTube 度咯。我估咁樣唔會侵權啩。揾翻啲 link 就擺翻喺我們的日劇一嗰度，大家可以去嗰度揾翻，喺個留言嗰度，我會擺翻啲 link，主要都係同大家分享翻呢啲日劇配樂，因為有時驚我講完大家唔知我其實講緊啲咩啊，或者係會唔會係講同大家印象中又唔同咧，諗嘅嘢就係咁樣啦。咁依家去到我們的日劇2咧，希望呢一集咧可以一集過咧就講晒我大概睇過，即係或者有深刻印象嘅日劇啦。咁同呼應翻少少上一集講啦。其實我就唔係啲咩影評，亦都唔係視評，亦唔係專業乜嘢，純粹係我年青嘅時候睇咗，或者未必睇晒嘅，但係有印象或者左右隔離啲同事啊、朋友啊、同學啊講過話好好睇嘅日劇。咁當時都係掀起喺香港都係一個好大嘅熱潮，咁純粹一個集體回憶啦。咁因為食住依家 Netflix 都買咗咁多日劇翻嚟，咁入邊即係依家大家可能之前啱啱先煲完《戀愛世紀》同長假，咁依家又開始繼續睇木村其他劇啊，或者其他偶像嗰啲。咁咧事不宜遲啦，依家開始。上一次咧就講到1999年啦，咁依家咧就進入咗正式 Y2K 嘅年代。2000年嘅日劇咧都好犀利嘅。日劇2000年咧，木村由戀愛世紀之後咧，接續就係沉睡的森林啦。咁嗰套都講過，我就覺得一般，因為嗰套係比較懸疑性質，同埋我覺得木村已經少少想即係轉一轉個風格。跟住2000年嘅時候咧，就爆咗一套嗱，我冇睇錯記錄咧，應該就係日劇史上最收得嘅，即係收視率啊，其中一集最高嘅就係 Beautiful Life，就係木村同常門貴子做嘅啦。咁常門貴子就係坐輪椅嘅殘疾人士，木村就係一個髮型師。咁入邊嘅故事都係催淚彈為主，最尾都係要喊餐飽。咁依套就都好感人。咁呢個咧同年期咧，仲有咧，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其他人好紅嘅仲有咩戲？哎呀，sorry 個 keyboard 唔係好熟。就係咧，當時有個女演員都紅嘅，就係蔡蔡之去做嘅咧，就係大和撫子啦，唔係呢個，唔係貓師，蔡蔡子咧經典作品。咁仲有就係蔡蔡子我都幾中意嘅，但係依套因為純講女士我未睇。跟住咧有一套，依套揾唔到喎，《千年之戀》啊，中文譯做，大家估下，俾3秒。好，係金城武做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咯？同埋大家好中意嘅中山美穗啊，當時主演，好似個劇情係講啊，邊個係咪金城武係類似嗰啲北韓嗰啲嗰啲叫咩啊？間諜定非法警者啊，我唔記得咗，類似呢啲咧，好似有啲韓劇嘅 style 呢套。咁另外咧有一套我都有睇過，呢套偏門啲，咁就係SMAP 其中一個成員咧，香取慎吾做嘅大胃王，我冇佢啲劇照添。香取慎吾，因為依家香取嗱，我冇記錯，香取係咪已經離開咗娛樂圈？
真係好可惜啊！SMAP 呢個解散，睇下有冇先。係啊，大胃王，不過好似唔係呢套戲入邊劇照。咁呢套一般啦，講佢即係總之好食得咯，同佢真人一樣。好啦，快啲跳去下一個。2021嘅日劇咧都好多，咁重點就梗係木村同松子回歸再拍啦，4年後重聚啦。Hero， 我依家都啱啱喺 Netflix 度又煲緊。Hero 就愛情線就唔係好重嘅，但係佢哋兩個拍埋就一定有收視保證啦，同埋配角勁啊嘛，成班阿部寬啊、小日向文世啊，全部都做得好好噶。百溝智人啊、勝川正信呢啲全部都，我覺得係做戲做得好好。佢哋喺個 office 度好，即係嗰啲同埋個鏡頭咧，導演用嘅手法咧好特別啊！即係穿插得安排唔會你睇到亂，但係又好精彩、好緊湊，佢覺得。咁另外咧有一套我 miss 咗㗎，呢套咧巨星夫婿，香港應該叫巨星夫婿，就係、即係已經過世咗嘅竹內結子同埋當時 Tokyo 大佬長瀨智也，即係濱崎步以前男朋友啊，做呢套有冇睇過大家？我呢套我翻睇先至睇過嘅。當時原來喺我冇記錯係亞視係咪？如果錯咗，大家話俾我聽。都呼籲下，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啊，或者大家想大家交流下咧，多少少留言俾我，但我會去再睇翻同覆下大家。因為我自己都唔係一個日劇專家，講真，我純粹係一個日劇愛好者啫嘛。巨星夫婿幾得意啊！跟住2022年咧，我真係唔知有冇錯漏啦。木村就好似做咗一套從天而降益，咁呢套有啲鬼，我冇睇過，到而家都唔知佢查案㗎嘛呢套。咁就2002咧，好似我查嘅 Google 咧就冇乜特別嘅劇，不過咧有一套咧，呢套唔知有冇睇下，大家有冇高手睇過啦？黃金保齡球啊，邊個做㗎？記唔記得？係啊，揾到佢，金城武啊，即係金城武當時自從神之後咧都一路紅落去，咁呢套都 OK 啦，不過有啲女 fans 一定會睇啦。2003咧，我覺得又有翻木村大片啦，就係、到依家都仲抄緊嚟做嘅 Good Luck。無線唔知叫乜鬼嘢飛行，當時全日空 ANA 全力贊助呢套嘢，所以咧人哋日劇係好認真。你無線會唔會國泰全力 sponsor 咧？無線嗰時衝上雲霄都係唔知嗰啲好渣嗰啲廉航定咩金泉航空都執咗粒嗰啲去 sponsor 啫嘛，人哋係全日空喎，我估大家都知邊間啊，全力 sponsor 呢套戲，所以你日劇好睇，日劇美劇，人哋嗰個製作程度，你無線嗰啲真係唔好諗住黐線走去長假走去抄人啊，你冇得抄嘅。咁呢套就木村。話我好中意佢呢個頭，剪短咗真係型到爆，就唔係之前嗰啲長毛啊，或者好鬆啊，剪到好碎。咁啊，拍住柴崎幸啦，柴崎幸做一個睇得順都 OK，因為個形象比較硬朗啲。咁同年咧，我估大家睇到啦，有白色巨塔啦。白色巨塔咧，我就真係唔係好熟。反而係呢套啊，長假 fans 會知啊，因為係阿山口智子嘅老公唐澤壽明做。咁反而台劇嘅白色巨塔，我就有印象，我媽煲嘛，言承旭啦。冇咁，我哋講翻言歸正傳，我哋講日劇。好，跟住咧，2004咧。我最有印象就係木村做，唔好意思啊，因為我睇
太中意木村，所以我一定會諗到木村戲。2007唔係2004派就係冰曲。咦？點解冇嘅？我咪打錯字係。無線叫做冰之驕子啊！當時竹內結子，哇，好靚女，竹內結子依套。跟住木村繼續型啦，依套都幾好睇。依套其實即係有啲足球小將嘅版本啦，我覺得係啊，即係又係好有速度感嘅畫面啊，跟住講佢一路點樣打到最尾，講到去打係咪去加拿大打，定去美國打？即係總之去咗外國嘅，最尾又係要升叻嗰種咯。呢度好睇，即係主題曲都幾好放。2005年日劇有乜嘢咧？大家記唔記得？咁我記得咧講咗順，即係不嗰啲叫咩？唔知啊，不按次序啊，好睇程度。一公升眼淚啊，呢度無線有做嘅。咁當時咧，阿澤卡一出道咧，好清純嘅，點知原來之後兩嘢就炒晒車啦。原來佢玩到癲嘅呢個。咁嗰時澤溝英龍華都好靚女啊，出嗰時。呢套擺明就係催淚彈戲啦。跟住就到有一套好中意嘅。我估大家都好中意呢套電車男。呢套其實即係101次求婚嘅即係咁嘅 formula 有少少。不過呢個毒啲，呢個貼地啲。咁我睇電視版伊藤追當時女神死啦。伊藤順史追邊個死啊？呢個愛馬仕小姐叫咩名啊？大家突然間我甩咗碌，唔記得咗佢添。呢個 model 勁靚噶嘛？有冇？反而電影版嗰個唔夠靚啊，梗係電視版先至係勁靚女啊！好好睇啊！我覺得電車男，因為佢當時又即係我都獨獨地噶嘛，佢又將當時即係佢點樣中意奇羅羅啊、高達嗰啲搬晒出嚟啊，咁好貼地嘅呢套戲，我覺得係啊。咦，睇下愛馬仕叫咩名先？有冇？伊東美少啊！伊東美少係真係好靚啊，同埋佢啲網民都好得意噶嘛！呢套戲即係成班食花生鼓勵佢嗰啲咧，都好好睇。呢套係我覺得係其中一套日劇經典嚟嘅。咁同年咧，木村都有套嘅，就係叫 Engine。咁呢套一般啦。咁係咯，講佢揸 Formula One 咁，即係一路揸上去，又係足球小將嗰啲咁樣嚇。2006交響樂情人啦。依套我冇睇過，但係我知道有人中意嘅。咁男主角係咪都係 Tokyo 㗎？Sorry 嘅，如果我講錯，玉木宏。淨係玉木宏唔係 Johnny 嘅，玉木宏係 Johnny 嘅喎，好似係啊。咁呢套大家我特登引你哋俾個機會去玩，睇下你到時留言話翻俾我聽。咁咧，我當時咧都睇咗一套咧《詐欺獵人》，有冇睇過啊？就係3P。同埋堀北真希，幾乎唔記得咗呢個女仔名。嗰時都啱啱出道，就係講咧日本嗰啲詐騙師啊，即係呃人嗰啲老千香港。咁好睇㗎，我覺得呢度啲橋幾好。即係今日睇就可能熟口熟面啦，啲橋你邊度夠 KK 園佢勁啦。咁但係當年嚟講，2006嚟講咧。啲橋都好新㗎啦，咁同埋山下智久都當時 Johnny 嚟講，佢都算幾型仔嗰個年代，係啊，因為木村嗰啲已經開始係走成熟㗎啦嘛，即係 KinKi Kids、Tokyo 嗰啲已經過咗一大陣，
嗰時有 cartoon 係咪 cartoon 啊嗰度有未咧？即係龜梨和也，大家話俾我聽下。咁同年好似 Hero 就拍咗 special 版啊，係咪？睇下係咪先。Hero 變咗呢個。唔緊要啦，唔嘥時間啦，因為仲有好多啊。跟住咧 special 版好似係電影嚟嘅，跟住就有松子做，係啦。2007有大片啊，有大片啊！哇，我估好多人好中意呢套啊，我都好中意啊。當年山下智久拍邊個啊？好多人嘅女神咧，到依家都仲紅緊啦，係咪？長澤雅美啊，我都唔知佢有時佢個譯音係啦，我就成日叫佢長澤正美。依套勁在佢嗰個主題曲又係一聽咧，同愛情白皮書啊嗰啲咁咧，即係好鬼唏噓。一個錯誤或者你錯失咗一啲嘢青春嘅時候，即係那些年嗰種咯，你就成世你真係後悔不得了。好好睇呢套經典嚟嘅。同年木村就做華麗一族啦，呢套就係唔知富士電視台唔知慶祝幾多週年啊！呢啲唔緊要啦，嗰啲台慶劇嚟嘅，即係當時嘅陣容就係日本實力派成堆擺晒一齊，大家有冇留意啊？有冇留意呢個啊？我又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佢係摘星廚神嗰個女廚師嚟㗎嘛，其中一個應該係阿鈴木京香，後生幾多嗰時。咁木村啊成熟嘅樣啦，做一個又係嗰啲大家族嗰啲真生性。咁2007咧，好耐冇提翻佢個名啦，佢又出場啦。即係自從佢做完同屋檐下邂逅之後啊，跟住就走去唱歌，唱咗一大輪咧。佢好飄忽㗎嘛呢個人，我估你睇到我打神探伽利略都知係福山雅治都講緊。有時就走去搞影展啊，去非洲流浪啊，好多呢啲咁啊，勁嘅出場啊！依套做咗都唔知之後紅咗幾耐，係神探伽利略、柴崎幸加、福山雅治，超靚仔嗰時。主要歸功於小説啦。日本其實咁多年劇本紮實同美劇。好多時就係人哋仲興緊有好好嘅作家去寫小説劇本，你香港仲邊度有小説作家？依家即係我籠統講大嗰啲，金庸、倪匡、黃霑、黃易都冇埋啦。你而家攞套舊尋秦記嚟拍，都係要抄舊嘢啫嘛。人哋依家代代有偵探小説，由最舊嗰啲松本清一、靜一清啊，嗰啲即係沙之氣嗰咗，一路去到金田一作者啊，赤川次郎啊，跟住好似有成日講火車殺人案嗰個，我唔記得咗，我好中意西村京太郎。跟住近期啲啦，就係東野圭吾，係人哋依啲咪一路傳承落去咯，到依家都仲紅緊嘅啲小説，一路都係愛嚟翻拍電影。咁人哋劇本紮實嘛，范博偉少緊湊，咁你冇啦。咁人哋攞出依過嚟拍劇，咁咪好睇咯。你香港所以原創冇㗎。呢套 Change 2008啊，講緊木村就選總統啊，走去由議員一路打上去。呢套無線有做啊，我記得無線有拍嘅女主角係邊個？美山嚟嘅，我冇睇過，對唔住。呢套嗰時我唔知點解，深津繪里拍同埋阿部寬，咦可以睇下，我幾中意睇阿部寬，因為依家咁呢啲咧，其實一路講咧，啲收視其實都一路即係講日劇啊。就已經跌緊嘅啦，時代轉變緊啦，即係開始大家中意打機啊、手遊啊嗰啲咁樣。
跟住有套2009 sorry 啊，係 Mr. Brain。呢套大家有冇睇過呢？我唔知自己去咗邊，我冇睇過嘅。哦，仲有捉嘢來風，仲有呢套 book，但係我嗰時已經麻麻地嘅，呢啲日劇冇追。咁2010日劇呢，好似係都冇乜大片嘅，即係開始有少少生蠔日落啦。有咩戲呢？唔好意思啊，錯咗大家。月之戀人啊，木村做呢套好似有啲嗌救命嘅啲人睇到。林志玲姐姐啊拍，即係開始日劇咧就 cross 啲韓劇啊。我記得竹野內豐同崔智友都做過一套嘅，不過我唔記得咗乜戲啦嗰啲。咁2011咧又衰唔晒喎，你話即係爛船有3分釘喎，因為佢有一套咧我冇睇過嘅，但係我知道有套叫《家政婦女王》。菜子做係好多人睇嘅，揾住嚟睇先，好似話幾懸疑又幾得意，講佢木木獨獨去做一啲家務，跟住背後咧其實有少少懸疑，咁慢慢甩出。咁木村就打個男字，大家估唔得，就開始即係已經玩好似咧永遠最紅嘅明星咧，全世界都係咁啊，即係好似 Tom Hanks 咁咧，就做不停職業嘅最 top 嘅位置，走去做南極大陸探險劇啊，咁呢套無線好似有做啊，係咪啊？有做嘅，我南極係咪有界亞人嘅？即係咁都係啲職業向嘅，就唔係以前嘅偶像劇啦。咁2011 Paisley 呢套咧亮點，我覺得木村之外咧，睇到右下角，大家記唔記得？香里奈啊，哇，好靚女呢個，鬼鬼地嘅。不過就衰，又係啲桃色醜聞就兩嘢就俾人炸翻落嚟，紅翻啦。本來佢真係好靚，又高，即係 model 嚟噶嘛，一睇都知 model 啦呢啲，即係又係好似並且男女主角伊東咁樣。咁跟住呢，20已經去到2013年啦。2013其實同依家都爭10幾年咯。咁就係安堂機械人，又係拍柴崎幸嘅咩？呢套我冇睇過，嗰時我都 sorry 有少，但係我有睇呢套㗎，勁片出場啦！即係日劇你話開始衰落，但係佢咧漫畫啊、小説勁咧，耐唔耐一改編啲勁嘢，又揾啱人做咧，就有大片出啦。半澤直樹啦，唔使介紹啦，職場即係劇力萬鈞嘅呢套戲係。即係我自問睇戲咧，中意逐集睇嘅，但係半澤直樹咧，我係忍唔住要狂煲啊，係非常非常正咯。如果冇睇過嘅咧，我覺得呢啲係必睇日劇之一嚟嘅。大和田啊，對手戲啊，哇，好睇。跟住咧，咁界亞人又係做戲，你都知道幾用力㗎啦。咁其中依套特點就係佢老婆啦，仲有老婆係邊個啊？我唔記得咗啊！死我唔記得咗個名，點啲人話佢似容祖兒，咁佢靚過容祖兒。半澤直樹老婆叫咩名？死啦！點解冇佢個名嘅？3個字㗎，我記得佢個名。對唔住啊，大家，我真係太嘥，我又冇做好功課去問下小花啊嘛，我就記得佢套戲叫，算啦，佢呢個角色咧又係好吸引人嘅，
即係又係每個男人都 FF 最理想嘅老婆啊！即係又靚啊，上冇彩啊！即係佢又唔係大美人嘅，不過樣 OK 啦，又温柔又理解老公嗰啲啦。咁跟住2014咧都有，終於我覺得木村即係有一套又彈翻，即係會令佢又搶翻 Fall 嘅 Hero 2。但係 Hero 2可惜咯，可惜一樣，你知我想講乜㗎？可能我俾人打啊依家，因為唔係松隆子咯。咁 Hero 2嘅角色咧已經轉咗係大家死日本女明星，我真係唔係北川景子，即係成日都唔記得啲名，因為我唔係太迷。即係Hero 2，但係佢一班綠葉咧仍然係非常出色，劇本亦都好睇嘅，係啊，即係好跳脫嘅呢套戲。咁2014頭先講過上戶彩，亦都有一套嘅，都幾出名。晝顏就係講日本太太晏晝，即係喺啲晏晝時間去出軌。咁呢套勁嘅，佢當時喺日本嚟講都係啲話題之作。我就麻麻地睇得晒，我估女人好中意睇。咁但係呢套不得不提嘅戲啦。咁2015年有咩戲咧？我有睇到2015咧就係有套 I'm Home 係咩？我有睇啊呢套木村加上戶彩，少少懸疑嘅家庭片，即係唔係講佢都係一個老豆失咗類似失憶得嚟，即係點樣有啲片段佢好想揾翻，但係點解個人會咁咧？我賣關子啦，呢套唔講太多啦，中規中矩啦。嗰時啲日劇呢套就咁2016咧冇嘢好講啊，因為一打 SMAP 大家都會記得啦。木村SMAP 解散2016喺日本或者呢個亞洲都係大新聞。天團喺度真係天團啊！嗰啲 BTS 嗰啲我唔識嘅，唔好同我講天團。依隊先係天團解散，即係同 Beyond 一樣，又係冇一個好嘅結果。好飛，跟住2017年，2017木村解散咗之後就再拍劇啦，做 Alive 呢套。一般咧呢套我扮醫生啊，今次即係啲人數過唔知總共做咗20幾個職業定30幾個職業。好，2019，因為有時嗰年冇乜特別，我費事揾嗰啲劇跳咗先。有套都幾好睇嘅，嗰時摘星啦，到依家都仲有啲 special 做下。摘星就拍翻鈴木京香啦，都幾好睇呢套。咁但係日劇真係開始越嚟越，即係同全世界啲劇一樣，越嚟越少人睇，點算？咁真係冇以前咁好睇嘅，我又覺得佢已經有啲改革㗎啦，將啲劇由11集變到有啲9集啊。咁2020年就半澤直樹就出咗第2集啦，就講佢由總公司就調咗去支部啦。演員大多數都係維持原作班底，都好睇。刺激啲，始終正啲我覺得。咁2021咧就有2021係較長，已經出到第2啊！咁我 miss 咗較長1啦，係咯。咁較長系列到木村嚟講都係依家一路
繼續拍緊嘅其中一個受歡迎。哦，較場1咧係2020啊，唔好意思啊，2021即係第2年咧就出較場2。咁啊，木村呢個造型，再加佢嗰啲眼鏡，真係又係即係老咗之後就已經跳咗去第二個層次啦，已經。咁一路到依家都仲拍緊好多 special 啦。日劇嘅衰落其實都好影響，即係都係世界趨勢啦。其實主要係智能電話嘅興起，咁大家以前成家人可能得一部電視，咁阿媽做完成日家務，或者老豆翻到屋企要坐喺個電視，咁你啲細路就冇得做其他嘢，咁啊唯一娛樂，咁大家就係食完飯或者食住飯對住部電視一齊睇電視嘅啦。咁但係智能電話之後，我係中意有個行入房度睇片，走入房打機啊，咁啊有啲就煲其他地方嘅劇。咁 even 你連日本人都係㗎。佢可以唔依家就變咗冇唔需要一定淨係睇日劇，就可能闊咗啦，睇韓劇、睇美劇都純粹喺個 Netflix 度或者其他嗰啲串流平台已經睇到，咁所以所有嘢都分散咗咯，咁令到日劇都即係冇咁矚目啦，全世界啲電視都嚇，咁就可唔可惜就唔知啦，有啲人就可能覺得啊〜各樣嘢就多姿多彩咗啦，喺即係娛樂方面，但係話題上大家又冇咁集中咯。即係而家啲嘢冇以前咁集中啊！以前大家好專注去睇世界盃啊、歐洲國家盃啊、NBA Final 啊、台慶啊，即係講翻無線。以前盛世嗰時啊，頒咩視帝影帝啊、最受歡迎男女歌星啊、紅白啊。嚇！咁我甚至冇啦，依家我哋即係越嚟越淡嘅呢啲嘢，即係涉獵呢啲嘢嘅人已經大家唔係冇，而係即係可能大家已經哇個興趣係分散到不得了嘅，已經變咗就大家好少有共同話題。咁所以我就係想希望喺度可以大家錄低一啲記錄，可以叫做遺留嘅，中意嘅咪一齊圍爐取暖咯。嚇！咁。希望大家中意聽嘅話就 share 同 like 啦。咁做完一輪日劇，即係叫做好快好粗疏咁做完個巡禮之後咧，我都要諗下一步會唔會繼續錄落去，或者再錄其他，會唔會仲係關於日劇嘅話題啊，或者係日本嘅節目啦。其實日本嘅節目當時仲好好睇過，講翻喺2000年前後，譬如一啲日本奇妙物語啊、古煙任三郎啊。一啲電視劇、電視台嘅春季、秋季、夏季啊，全部都好得意嘅，或者 SMAP 成 SMAP 啦，當時我都好中意嘅，逐隻啲買嚟睇。咁或者會唔會已經係開始去涉獵其他題材同話題，同大家去講下以前嘅嘢咧？咁大家可以俾啲意見，或者我自己再去揾下資料啦。因為講真都唔係太多人聽，咁我估都係靠我自己去揾一啲適合大家去聽嘅嘢。再去同大家分享啦，係好，咁多謝大家，有機會幫我 share 同 like 或者留言分享，唔該晒。